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世情演变，使人袂安顺。今夜犹原目镜到天光。种种的思恋，种种的情怀，感觉愈来愈远。心内的忧愁，心内的超凡，叫声人来慰问，恐惊咱的情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圆，倒位找解脱避远？你唔免伤欢喜，前年我真紧就来救我。救你！我真等嘛等一天，伊若真是假来，我绝对有人通来奉陪伊。唔对，因虽然功夫无练了真好，不过因人多，力量大大。我相信伊少年也是咱的对手。你有听到？你有听到吗？小奶奶，小奶奶，小奶奶，天都对要暗啊！外口搁遮尔冷，迄万一你来去寒是要安怎？袂芳的，你是伫咧讲啥啦？我来去寒死啦！啊！我说袂记，我说袂记，小奶奶已经死啊！我毋是这意思啊！我意思是讲哦，恁小妹阿文伊去外口买药草，你毋免烦恼，伊袂有代志的。啊，你心肝吼尽量放互伊，自然啊，自然啊，请你来内面休困一下好无？我知影啦，袂芳的，我毋是干那担心阿文，我是咧烦恼金斗的，是安怎到这个时阵还袂来？啊，对哦，吼，这金斗哦，毋知咧变啥物碗啦，甲伊约好的时间哦，讲到即马还袂来，真正皮咧上啊伊哦。袂芳的，你想看觅，金斗敢会发生啥物代志，就安尼煞无来？小奶奶，你放心啦，伊要哪有啥物代志？甲伊个人哦是安尼耍行啦，啊不搭不切啦，佮嘻嘻哈哈啦。伊哦，迄正经代志哦是无半撇啦。我是惊伊会去耽误你报仇。我看，我应该来去一抓。我金斗，想袂到讲你我是一个好汉哦。就是刘氏。你是毋是？这是我的代志。哼，我就是有办法，通互你老老实实甲我讲出你这流人到底是咧倒位。你们怎么样？你有想要知讲这是啥物件？这是盐水啊！也袂煞咧。我就唔相信讲你有搞歹事。你讲啊，你何必就遐尔苦要创啥？你讲啊！就是，前我真紧要来找你。你要找我，
我就是要等伊一天。我要知讲伊当时要来找我，我一定会欢迎伊来。还是你下头准备定啊？要讲，我搁想摆机会互你。讲，唔讲，你这人去倒位？我唔讲，讲，唔讲，你讲。你。帮我做去，情娘啊，你敢无要来救我？一把死，这精神，帮我出去，帮我出去，救人啊！救人！恁又搁咧做啥物计啊？无你的代志。唔通搁做上天害你的代志。小牛，小牛啊，小牛。哦，大条啊！哎呀，今仔哪有闲来啦？来内底坐啦。免，为只过时煞来咧看势。啊，大条啊，你有看到阮金斗无？哈？今早毋是拄转来，过去台湾哦。无啦，啊，厝顶拄仔修理一半，啊，就赶紧走出去啊！哎呀，出去几啊工啊，无消无息，唉，实在足烦恼的。啊，伊讲要去倒无？无啊，要讲啥，啊，就安尼走出去啦。呢？啊，拢是你讲迄句话啦。我讲啥？你毋是讲隔壁庄仔的酒家在放牛？对啊。啊，我就是用这件代志甲伊讲啊，伊听着空过坑咧走出去啊。毋过听讲即几工已经停止放牛啊了。哎呀，那迄金斗会走去倒去啦？到底会发生啥物代志咧？小牛免烦恼啦。啊，无明仔载我来隔壁厝甲你探听看觅咧。哦，那咧真多谢，多谢啦。对啦，莫想啊济吼，我来走，嘿，顺行啊！莫想啊济吼。我知影啦。老祖人，哟，嘿，老祖人啊，阿妈，借问下吼，迄个长沙应该是住伫遮？无啦，伊的名叫金斗的啦。免看啦，真正都我都落雨伫山甲共少的啦。哦，你就是咧赤白白啦。我咧四根山，踮咧因爸骹前后，搁讲歹歹话。即马我当然要想某两个有去死。内底坐，内底坐啦。多谢哈，多谢。哎，姑娘啊，请坐，请坐啦。姑娘啊，来，脏水烫下啦。哦，对哦，山骹咧落雨，恁遮无落来，看见？喂啊，哎呀，这个姑娘啊，有淡薄仔粗鲁，要毋过体材阁袂歹呢。以后一定甲我生囝啦。哎呦，老祖人，你慢慢咧惊死人，讲迄五字啊！啊，你啥啊？哦，我就是金大老母啊。哦，金斗啊，因老母啊。啊，恁遮咧？哦，伊休去啊啦，几啊工拢无转来呢。哎，毋过你放心啦，一定会转来啦。来，坐啦，坐啦。安尼哦。哎呦，阿妈，恁兜的桌顶阁会摇啊！啊，恁囝是出去创啥啦？迄天哦，伫番厝顶啊，就听讲哦，隔壁酒家在放牛，就匆匆忙忙走出去，到即马就还袂转来啦。哦，你是讲恁囝去隔壁顶迄酒园话遐听你哦？嘿啦，
这九元月哦是这大仙人呢，听讲哦是去海外趁钱转来。我遐奇，啊领你领我捧去，我来甲捧。姑娘啊，你若有听到金斗的消息，就要转来甲我讲呢。好啦，我领当水甲领形容啊。哦。江大长，我看你也是伫咧边仔拍阮脸，万一阮有人无拄啊好，你就会用落去读啊！你唔通当作恁人济就真了不起呢？你讲啥物？来，我对。恁即摆是伫咧做啥？我真心想，小小我代志卡袂着，就当面入要冤，安尼以后大家是要咱强势配合来做代志。我有一寡代志要甲你参详，请你到这里来一撮。是。请你搁继续。是。来，继续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雨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卖差，后壁排队啦！哦，排队啦！排队啦！我咧排什么队？来咯，排好啊！我讲啊咧，少年仔吼！卖差啦！排队啦！啊，你是排出土雷哦！我无捧我咧排什么队啦？你是咧创啥啦？要甲你问啦，这什么人家？这个是一万元刀吼。对啦。哦，赞哦！这间敢若阮台湾迄个马祖公有起来讲。哎呀，免差，无差啦，啊，莫安尼啦，少问的啦，讲毋只安尼。前2天啊吼，有一个时段咧见头啊，个人话啦，这金斗来领你有无？无啦，唔知啦，行啦，来，排队啦！哎，来，排队啦！排队啦！这主人阁真精壮哦。可能是这间厝的主人哦。因爸来问伊嘛，比问这个2倍的较好。先生，主人，这问啊，是的，我应该叫你夫人啦，哦，你这间厝起来足水的呢，啊，不过这间厝第2摆啦，这间厝你住咧到就袂生呢，我会晓看风水啦，我甲你看卖，包你说，免惊啦，搞毋知安尼，我甲你共款查某的啦，母的啦，夫人啊，走了，你是咧创啥啦？走啦！好啊，你走好无？啥物咧善人咧救者，咧救头个一空的哦，唔歹。有迄个头家抢啊，这个心咯，这一定。阿咪，王伟有对。歹势，伊讲伊人无爽快。那我去找到。道长，敢讲你看袂出来？9万话我想要救你上好目睭闭落去，唔通当人要甲你赶出去。到迄个时阵，你会真歹看。大咪，你唔通袂记呢？什么人介绍你来这？
一时风，驶一时阵。你，两位队员，我的人较像也无爽快。就大是安尼啦，这罗汉山哦已经找到遮来，这探者金岛下落了。一个接过一个，可见因绝对是有啥物阴谋的款。陈秘道长，王伟，你看这件代志是要安怎做着？真简单的，来一个解决一个，来两个抬一小。对，罗汉山若找来，我想马上将伊抬死。周大爷，依照我咧看吼，伊也毋知这周王话就是你，所以咱毋免遐紧张啊，做解决。倒不如啊，利用伊来找这李娇娘的下落。这办法真好。我已经派人去遐紧走，马上就有消息。道长，这回办理真好。哎呀，段秘道长，你随拍你下骹手人，马上出发去掠他。是。对啦，我要代志要办，你先留内面休困。哦。道长，我有一寡代志要甲你参详，遐请，请。阿是啊，眼心无震动，心肝掠欢哦，袂过害人啊的。金斗啊，落难你，得叫凄惨，啥人知影我悲观哦？在暗房啊的，啊若咱啊听着，我是真唔甘。看伊缘投心茫茫，希望伊互我来做翁。暗中我想要共伊放，又惊阿是啊心粗残咯。你就是去互迄个女鬼卖甲死死混混去迄个查甫人是？真可惜，啊人就是了袂歹。何必就去互一个女鬼卖甲安尼死来活去？敢讲，这个世间上，拢无一个真真正正的查某人去互你介意着是？我叫做玉兰，你玉兰，你就叫我玉兰就会。玉兰，你是这回事？无毋对，我就是头家娘。只要你若乖乖听我的话，我会伫头家的面头前讲你的好话，互你较好过咧。你知影无？你有感觉我生做真水无？我看你一定会拍甲足疼的，我带你试试。我会搁再来看。我已经调查过啊，迄间做贼人的厝就是金斗住的，而且根据我调查的结果，内底除了金斗的人尔，甲罗汉沙以外，其他的无别人。周阿妹，依照我看，李朝娘既然无在这个金斗因厝，你搁逼金斗也无路用，我看倒不如放伊走。袂用的，绝对袂用的放嘛。周王员，你若是甲迄个金斗的放走，伊一定四界讲你的歹话。到迄个时阵，你的姓氏毋是拢变做？我有一个更较好的办法，叫做以鬼治鬼。对啦，来，你过来吃吃，咱听道长看哪。道长，请你继续。我甲迄个
举红雨伞的女鬼交过手，我感觉伊一定有真深的冤仇，才变成安尼。若是讲，阮的八卦阵，我练到8成以上，一定无办法对付伊。恁敢有听过？厉鬼会用咧做出来？鬼，安尼毋是足恐怖的。什么叫厉鬼？一个惨死的人，伊要砍棺的时阵，你互伊穿白衫，头毛互伊拍出来，一手溜机，一手拖木镜。对一个死人讲，你要找什么人报仇？连续讲7届，棺材甲伊砍起来，这个人就变成厉鬼，找你指定的人报仇。你是讲咱当借助一个厉鬼来对付你就？这就是我讲的以鬼治鬼的方法，真好的办法。杨姑，这厉鬼到底是要找什么人？这真简单，就用迄个金斗。袂用的，好好一个活人，要来使甲抬手。当然都对。你看什么时阵较适合？我明仔载，搁看一个凶时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打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远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道长，请你稍等下。夫人，道长，忽然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哦，无啥物，只不过是人家较济一个。道长，你毋通阁骗我。我敢若希望你莫阁作孽就好。伊太会讲这款话，敢讲我愈来煞愈袂了解周阿姨。你连几落天无食物件吼？来，我有炸淡薄物件，搁互你食。慢慢食吼。我是替你感觉真可惜。我想打瞌睡，我想打瞌睡。这你少年就爱死。没事，我没事。你袂死？因讲要将你害死，互你变成厉鬼，去对付迄个李九娘的鬼魂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我嘛唔甘你死啊！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，我就会放你走。好，那安尼，我即马就放你走，哈。小姐，请问你年纪轻轻，是为何甲人食素甲念经？我是替我的翁婿赎罪。周阿姨有啥罪？你来替伊赎罪？我的翁婿本来就不务正业，害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衙门要掠伊，害我逐工为伊提心吊胆，逐工为伊流目屎。唉，这款的日子我实在无法度过过。阿声原配来讲起。
着往事哦，心伤悲哀。伊的本性是真卑鄙，是我不幸哦来嫁伊啊！串做是全无好代志，你无恶不作哦，就死啊！歹人放火是真无理，歹心独行的。就是伊啊！呀，如今西公路渐觉青离，原来的代志的安尼生啊！阿是啊，空嘴甲步子，害我相信无怀疑。后来，后来，伊偷偷啊爬上一台台湾单机商行来做生理的船，偷渡去台湾。听讲，单机商行的少爷陈明通不会唱花，伊才有法度通我活命。为着要减轻伊的罪孽，也希望伊会当悔过，我才决定假菜两本。若照听你安尼讲，当初救的人，就这李少年因翁陈明通。米芳诶，米芳诶，唔食呢，我要互伊食，伊拢唔食。哪有人饲啊？敢若咧抱囡仔咧。哪知影人也捌饲过啊，所以拢饲甲也袂自然啊。你哦，迄老妇人有影互你食好命？哎呀，小奶奶，你无行我行，你对这，坐这，好啊。行会艰苦呢。我实在是足担心台湾的代志。小奶奶，你莫烦恼遐尔多啊。唔知影方向无？是毋是我阿本啊去投胎转世？小奶奶，你做你放心啦，我相信哦，阿婆一定会想办法，互阿本啊投胎转世做人的，你莫烦恼哈。阿本在我伫人间漂流遐尼久，最个情着，唔知。别啦，阿本个小少爷吼，伊遮尔啊善良，天公伯啊吼，一定会甲伊保庇的，吼。还佫今斗啊，一个去都无倒转，连文明也一个去，拢无倒转来。我看一定是发生什么代志，若无因两个绝对袂安尼死。就是安尼，我这几工哦，也足烦恼的。芳诶，我看你要用的行李去款款的，咱来去找看觅者。好啊。我就知影，一定是你伫咧避鬼，把金斗的放走。我甲你讲，我入来时门就开开，都无看金大的人嘛。哦，一定是你提早将金大杀掉。我才无咧。时间还未到，我敢唔可能下手。行，咱去找招员外公道理。行就行嘛。行。我拄啊好，要去看金斗的情形，
就发现道长伫咧内底，把金斗放走。歹势哦，我进入密室以前，金斗就无伫啊呢。你胡白讲，要若无，你入去密室内底创啥物？我嘛是想讲要知米椒牛下落啊，莫阁讲啥物理由啦。周王贵，金斗是放走也无毋对。你先啊无爱怀疑迄个逐工食菜念经的周大夫。到泉州府的时阵，煞听到伊已经脱獄逃走。又搁听讲，伊所犯的是有关有妇之夫，害世人的翁婿滔天大罪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黄。为何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哎呀，天拢黑呢。姑娘啊，来啦，食绿豆汤啦。看小吼，嘿嘿，袂歹哦。姑娘啊，我看今仔暗哦，你就免走啊啦，住伫遮，明仔载才走，好无？嘛好哦，哦，恁遮较远个死无人，敢若爬着爬到两支骹要天水啊。好，怎啊决定？姑娘啊，啊你敢知影金斗走去倒位去哈？啊，恁咧苦死长衰，毋知去倒位phòng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。即马虽然是无吼，啊，毋过吼，要毋过安怎？啥物咧救冤冤，恁兜咧救者，救我哥啊！我看因兜歹空啦，歹势。那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免烦恼啦，无我再来甲你看卖啦。你是安怎啦？
我来载你对家来。我等你还要伫内底。喂，因人这么多，我想啥办法？金刀的，出来！在两卖边出来做事啦！出来！出来！我靠，小狗咧飞哦！我出来甲看卖，无论我是什么代志，你忙出来啊！出来！你要弄出来，我来赶快消除。哦，我娘，这车查某哪来阮兜？我是安怎？7早8只就来遮飞，哇！啊娘喂，这2、3、4只，安怎一要来拍麻雀哦？啊，恁着叫恁爸插回啊！紧叫囡仔出来！好啊啦，莫迄支吐条条好唔好啦？甲你讲无伫咧啦，听有无？莫交了哦。恁妈嘞，一个拢摆姿势，安怎想要吵着是毋是啊？你们出来！出来！快点动嘞！恁这长山西讲真烦呢，啊我讲台湾话你听无呀？甲你讲无伫就无伫啦，要是你要安怎？哼，无伫的，你上好叫伊出来。阮是9万块派来，叫伊乖乖跟阮回去。9万块？哦，我知影迄个变身啊，啊，毋是讲已经去互恁扣入去啊？啊，一个金斗啊尔，就一只牛要起上领皮。无啊！莫讲遐多，紧叫伊出来！无你是咧叫爸，还是咧收费？啊是爱恁爸甲你超度者？啰嗦！嘿，厉害厉害，2、3手前去谈谈。小关。臭西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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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站住！这个。哎呦，靠背啊！这个你在打哭？西公！车查某，别起来呀！别起来，安尼把锁害啦，车查某。小奶奶，我甲你无冤无仇，我并无受到伤害，赶紧离开。你什么人？你叫你。哈，紧走，紧走！你想哪啦？强拍个2骹啦！你袂使2骹起来，车查某。你哪会遮大力啦？阿文。实在是想无啊！这个世间也有这款悲惨的代志。翁，更加想袂到的是，为着我这个亡婚，耽误你的后生来诱后弟。翁，请收我一拜。啊，唔通哦，才慢慢安尼。嘛多谢你照顾我的生活。阿文，好，我知啦。阿妈，劳咱哦，劳咱。哎呀，无喏，应该感谢你小妹甲阮保护啦。虽然讲你小妹啊吼，穿甲敢若查甫人共款，也毋过是个好查囡仔哦。坐啦坐啦。对啦，金大，你是安怎走出来？我叫因抓去吼，因脚拍我这凄惨嘛，
都有一个查某叫做李若兰迄个啊，伊走入来啦。啊，我利用机会哦，我甲你起来啊，甲因威胁，我才找机会逃出来。莫转啦，低头陪转无油啦。向行咱的情，像路行啊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远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恁若唔通做他人威风，灭家己的志气。迄个李贵，莫来辩吧。若是来，我会叫伊伫阮的八卦阵中魂飞魄散。希望你的八卦爱有好果。扛得着。你是安怎去提高拿刀，只会讲伊外厉害？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周王爷，毋是我看袂起康部长，有依无依嘛是拢同款。你就会讲了，康队长是比较较大，所以我也希望讲大家都要小心注意。迄是当然的，众兄弟，恁讲对无？对。各位同事，假使人若是我大胆来毁灭你就。我奖金加一倍。来，大家赶紧按照咱的计划去进行。是。请。人生本来就敢若伫咧搏击，赢者为王。向行咱的情。像路行啊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远。倒位找解脱悲？